於自小開始，屋企人知道我對阿飄比較敏感，所以我家姐每次租屋或買樓時，一定捉埋我陪佢去睇樓。由細到大，我哋都係住喺大角咀區，即使我家姐結婚搬出去，都會揾返大角咀區，近返阿爸阿媽住，見面或返去食飯都方便些。其實睇過大角咀好多住宅，我都覺得大角咀真係特別多屋係有阿飄。當然唔會係睇每一間都會有阿飄，但有些屋一入到去就會感應到有好朋友。今次就講下我覺得奇怪或見到阿飄的經歷跟大家分享。第一間屋入去後，我見到地下地層足足有2-3寸厚，於是我行的時候係好似溜冰咁行，成間屋得一個房，所有雜物都清走晒，冇裝修，但係最奇怪係零零舍舍喺廳放咗個好舊嘅衣櫃冇清走。經紀話個櫃業主話留低睇下我哋會唔會要，唔要就叫我哋掉咗佢。我就心諗個櫃又殘又舊，雖然冇爛，但搬新屋的話邊個會想要？平時睇樓就算有家私我係唔會開嚟睇，但今次我心血來潮，我就開個櫃嚟睇。一打開我係有少少嚇一嚇。首先見到整個櫃得一件深藍色類似睡袍嘅款式，左右搭埋腰間有條帶可以綁結那種，隱約見到袍入面貼咗條附件，袍遮唔晒，所以先睇到。我完全冇掂件嘢就關門，唔使問都知道有問題啦。睇完之後同家姐講返，原來佢見到的地下係好乾淨，不過淨係個衣櫃見到咁嘅嘢，根本唔會考慮呢間啦。後來因為有個朋友認識一個法科弟子，有一次一齊食飯期間，我提起嗰件袍嘅嘢，佢就話如果條符係貼喺衫上面，應該是將阿飄封咗入件衫度，阿飄就走唔到出嚟。幸好我冇搞件衫，如果條符甩咗，阿飄就可以走出嚟。以佢經驗所知，極有可能係業主養鬼仔，到搬嗰時又唔想帶埋一齊走，所以用這個方法搞到鬼仔跟唔到佢。嗰個業主真係無良自私到爆，完全冇公德心，佢自己選擇養，到唔想養都應該自己執反手尾啦。後來同公司另一個經紀爆料，嗰間屋其實放租咗好耐都係冇人租，希望以後都冇人租佢間屋。第二間屋入到去，整間屋全部都是鏡，在風水來說已經唔好，亦好易有阿飄。我們一入屋，只是呼吸了一下，我同家姐不約而同立即捏住個鼻，因為鼻入面感覺有很多支針，同時在鼻入面吉那樣。我們見到屋入面有一塊木板，留心睇木板上面竟然生長了些看似蘑菇的物體。我同家姐只係喺入面逗留了不足15秒，已經頂不住離開間屋。完全唔明間屋連透一啖氣都咁辛苦，點樣長住呢？睇完樓隔了一兩日，有一天收聽網台鬼故，有人打去講鬼故，佢講嘅嗰間屋係非常巧合的，同我哋去睇嘅嗰間是同一個屋範，同一座數，屋內的裝修設計完全一模一樣。佢就係上一手業主，佢任了一段時間後，開始覺得有怪事發生，佢問過一些法科師傅，佢全屋是鏡關係，攝了一隻女阿飄入鏡，所以最後佢都係選擇搬屋。